所有的等待挖开就是耐心，耐心背后就是信心，而信心就是相信看袂到的、摸袂到的。这出戏想要提问就是：无回报信心，敢阁价值坚持？爱情作为一款倡议，伊象征命运的关卡，冷静甲热情。人虽然受到时空的限制，也毋过靠着爱的力量甲信心，嘛是有机会突破天命的枷路。等待会使是一出爱情电影，嘛会使是穿透年代的历史剧，你嘛会使看作一出无丢伫着缀着剧情、万过树定的悬疑电影。这嘛是向理性主义宣战的预言。